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妖花的道理洁净，尊教永远。妖花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旧约圣经诗篇第19篇第9节。妖花的道理洁净，尊教永远。妖花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旧约圣经诗篇第19篇第9节。圣经是真神的话，伊的话安定在天，永远拢袂随着时间潮流来改变，句句拢是真理，适合每一个时代、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人，就亲像真神所创造的日头、空气、水、粮食，是所有地球上咱人类生命中共同的需要。这本历史又搁久，又搁老，而且永远未旧的册，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，也已经译成将近世间3000种的语文。世界上无一种学问比圣经对咱人类来讲会当来比拼的。圣经是个话，存记伫咱的心中，敢若亲像笑刀。当咱所做是啥物，拄着是啥物代志，用伊来甲量看卖咧，随时就通好分辨是非好歹，知影啥物是应当坚守的，啥物是应当爱放杀的。心中的思念甲主意呢，拢通好用神的话来辨明好歹。当咱来去去伫人生的岔路顶面，毋知影要对倒位去的时阵，咱思想起神的话，就知影所当行的路。信仰上也袂随着依教社风飘来飘去。生活中有良善积极的人生观，心灵刚强的力量。做世人描写神的话是法度无私。神的话比蜜搁较甘甜，比金仔搁较宝贵，是咱下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正确的判语。神的话一解开呢，就放出亮光，互愚人有智慧，将伊救活。神的话极其精炼，神的话永远长存。做事的人爱慕神的话，看重神的话。神的话常常伫伊的心中，伊也活伫神公义的话语中间，今生平安稳妥，心灵对未来也有活泼的愿望。妖花的道理洁净，尊教永远。妖花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旧约圣经诗篇第19篇第9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自然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